你为什么向拢要搬走啦？是因为我？甲你无关系。你若是想要知影，你去问你妈妈。你讲啥？是阮妈爱恁搬走。安尼我即摆去甲伊讲，叫伊互恁留落来。而且我以后袂阁爱你甲我出去啊，我嘛袂阁欺负同学，我会乖乖读册，真正的。Michael，你到即摆阁唔知吗？我教你唔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唔是啦，你真巧，你若是好好读册，一定会阁较好。这行李，我袂啊。切掉啦。多谢你的心意，我先来去啊。小芬，你留落来啦，拜托。